国安局特勤中心的校长谢振华，伊捌做过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万里警卫室的主任哦。之前因为性骚扰的事件，红记2支大告。这个予伊公正的查某人哦，后来互发现讲是一个已经结婚国防部的上校。这个事件嘛引起立委的关心。早起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立法院嘛表示讲，这个事件对国军的形象、个人、各家庭拢造成伤害咯。捌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万里警卫室主任，也就是已经结婚的国安局特勤中心校长谢振华，第一日互看到伊食酒了后，硬甲一个女性针，引起讨论。国安局长蔡明元真生气，下令彻底调查。经过调查，谢振华封记2支大告，列伫优先态度的名单。因若即个女性佚头起就是民间的人士，毋过为了要抢案情大饼盘，伊是已经结婚国防部姓尤的女上校，毋若是加底头毛，还佫用假名写一份声明书，嘛无表明伊军人的身份，而且拒绝接受国安局的访谈。假如说有被怎么样欺侮的话，那我们当然帮他发声。但到目前为止，一切运作算正常，所以我们也希望照顾官兵的这个立场来帮他解决。如果说他觉得哪边有委屈的话，我会帮他来处理。传出国安的高层下封口令，针对这点，国安局强调讲，这个案件有做严格处分，并无暗号情形，也若损害国军的形象。邱国正表示，对个人甲家庭都已经造成伤害，官兵若是受到委屈，会到处理。针对谢振华为私婚案到修改体测，有几啊件不良的事件，调查立委拢真关心这个案件。国民党市卡心，这个国安局的调查无够认真，去互谢振华甲这个姓尤的女上校皮亚看的严说。你今天要负起主动调查之责，为什么过程人家只是骗个你1句2句，你就被他带风向就带走了？那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。除了违反他们的军纪军规之外，有没有对照女性的关系人进行其他违法的事项？调查是基于这样的启动。立委表示尊重国安局做的处分，不过国安局人员伫外口的行为都要受到检视，应该调查谢振华敢有做出骚扰女性的举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